一代港圈傳奇四哥謝賢正式謝幕，好多人第一反應90歲高齡離世，理應辦得平和又體面。但隨住港媒不斷放出一手內幕，越來越多人發覺整件事處處都透着反常。點解離世消息傳出只隔一日，家屬就火速安排火葬？點解相伴半世、早就離咗婚嘅狄波拉一現身就崩潰痛哭，腫到對眼連鏡頭都直視唔到？網上流傳嘅巨額遺產安排背後藏住怎樣嘅考量？傳聞王菲全程冇現身送別，當中又有什麼緣由？所有人見到嘅只係一場安靜低調嘅告別，但火葬程序、臨終病情、家族人情，一層層細節被逐一揭開之後，我哋先發現呢場謝幕遠冇表面睇上去咁簡單。有人話倉促火化係謝賢自己嘅心願，亦有人猜測背後另有隱情。狄波拉流下嘅眼淚，到底只係單純送別故人，還是在惋惜成個黃金時代嘅消逝？第一章瀟灑謝幕嘅假象，揭開臨終病痛與極速火葬嘅內幕。喺外人眼中，謝賢活足90載，風流瀟灑一世，壽終正寢，已經算係圓滿。但港媒整理出嚟嘅時間線，處處都令人睇得唔忍心。謝賢並唔係安安然然睡去，一場突如其來嘅肺部感染，徹底打亂所有人嘅生活節奏。7月19號，病情突然急劇惡化，緊急送入 ICU， 冇幾耐就陷入深度昏迷。呢段時間，謝家選擇徹底封鎖消息，對外半點病危信息都冇透露。熟悉謝賢性格嘅圈內老友都好清楚，四哥呢一世最看重形象，成日豐衣墨鏡不離身，風度早就刻入骨子裏面。佢絕對唔想俾外人見到自己躺喺病床上，周身插滿喉管，狼狽又虛弱嘅樣子。家屬選擇保密，某程度上都係完成老人家長久以來嘅心願。只隔咗一日，即係7月20日，謝賢正式離世。謝霆鋒第一時間對外發佈訃告，只用瀟灑2個字概括父親嘅一生，刻意將悲痛嘅感覺減到最淡。但只有身邊親近嘅人先知道，謝賢最後嘅日子飽受病痛折磨，走得非常突然。新聞影到狄波拉現身中環街頭嘅畫面，一身素白衫，對眼腫到似蜜桃，成個人情緒搖搖欲墜，連手上嘅美甲都嚟唔切卸掉。好多網友睇到畫面都好感慨，呢邊度係什麼從容嘅喜喪，突如其來嘅離別帶來咁大衝擊，邊有人可以咁容易就坦然接受？整件事最具爭議、引爆全網討論嘅就係後事處理嘅速度。港媒獨家消息證實，官宣離世消息嘅第2日，即係7月21日，謝家就安排遺體送往粉嶺火葬場完成火化。對比以往港圈名人嘅告別儀式，反差感真係大到誇張。不論係梅艷芳，還是一眾老牌藝人離開，大多都會設靈，留足夠時間俾圈內好友、粉絲到場弔唁。唔少相熟嘅藝人都話，消息來得太快，自己根本嚟唔切前去送最後一程。仲有一個好耐人尋味嘅細節，辦理所有手續嘅時候，謝家冇用大家都知嘅藝名謝賢。登記表格上面寫嘅係佢最原始嘅本名謝家玉，褪去熒幕上四哥嘅光環，以一個普通人嘅身份安靜離開。咁精簡、咁倉促嘅儀式，冇排場、冇公祭，唔會佔用公共資源。根據家屬對外透露，所有安排都係遵從謝賢生前親筆寫低嘅囑託。佢不止一次同仔女講，身後一切從簡。唔好吸引傳媒一窩蜂圍住，唔想自己最後嘅旅程淪為大眾熱議嘅八卦話題。得知噩耗之後，謝霆鋒即刻暫停內地所有工作計劃，原本籌備緊嘅演出宣布暫緩，第一時間趕返香港，全程守喺旁邊，送父親走完最後一程。好多網友爭論，咁快安排火化，會唔會太過倉促？但如果睇得明謝賢一世嘅性格，或許就會明白佢嘅選擇。前半世長時間活喺聚光燈之下，見盡繁華，去到終點，只係想安安靜靜唔受打擾。
佢唔想俾仔女無休止俾記者圍住，唔想一場告別儀式變成喧嘩嘅名利場，用最低調嘅方式守住屬於自己最後嘅體面。第二章，離婚不散情誼。狄波拉、張柏芝藏在謝家30年嘅家族溫情。如果話極速火葬引來好多討論，咁狄波拉痛哭嘅畫面就令無數網友睇到鼻酸。謝賢呢一世感情經歷豐富，但係喺佢離世當日，最觸動大家嘅莫過於呢位分開咗30幾年嘅前妻。1995年，謝賢同狄波拉正式辦理離婚手續。娛樂圈入面，分開之後互相抹黑、老死不相往來嘅夫妻隨便都見到，大家早就見怪不怪。但係謝賢同狄波拉就走出咗完全唔一樣嘅相處模式。分開之後，兩個人冇撕破臉，仲係維持住好似家人一樣嘅關係。狄波拉經常帶住現任丈夫上門俾謝賢煮飯、閒聊探訪。謝賢喺公開場合亦都成日主動維護狄波拉，從來唔吝嗇讚美佢。長達30年，大家互相體諒，早就超越普通前任，變成咗親人。已經75歲嘅狄波拉，向來都好精緻講究，非常注重自己嘅形象。送別謝賢嗰日，佢徹底顧唔上維持體面，行路都踉踉蹌蹌，面對各路記者嘅鏡頭，全程拒絕任何採訪，壓抑唔住嘅悲傷肉眼都見到。好多港圈老一輩網友評價，呢種就係老派香港人獨有嘅重情重義。除咗狄波拉，前新抱張柏芝同樣受到好多人關注，因為身處杭州有工作安排，冇辦法即刻趕返香港參與送別。但消息傳出之後，張柏芝第一時間將社交主頁嘅頭像全部換成黑色，用自己嘅方式默哀悼念。與此同時，港媒曝光咗遺產分配嘅相關確切消息，即時引發全網熱議。謝賢名下留低一筆數額龐大嘅信託資產，仲做咗一個好多人都估唔到嘅安排，指定張柏芝代為管理，呢筆錢專門留俾兩個孫仔，唔係直接交俾謝霆鋒支配。唔少人睇到消息都好意外。要知道當年謝霆鋒同張柏芝分開，外面傳出過唔少矛盾嘅講法，但係喺謝賢心中，是非對錯早就有自己嘅判斷。佢親眼睇住張柏芝多年嚟獨自撫養兩個仔，深知養大細路有幾辛苦。比起交俾個仔，佢更加相信張柏芝可以妥善保管呢筆資產，用心照顧兩個孫仔成長。呢個安排完全睇得出謝賢通透嘅家族觀念。外界中意炒作謝家各種紛爭，但直到謝賢離開，呢個大家族依然守住咗溫情同分寸。順便講下大家一直討論嘅焦點，傳聞王菲全程缺席呢場送別。網上各種猜測層出不窮，唔少網友仲諗出好多畫面。但客觀啲睇，謝家整場喪禮全程都高度私密，冇公開邀請賓客，所有流程都只限直系至親參與。外面嘅人根本唔會知道完整嘅賓客名單，各種傳言暫時都冇實質證據，大家唔使過度聯想，隨便猜測。感情恩怨本來就係私事，我哋好難單憑幾段零散消息就去評判任何人。第3章，謝賢見證完整港片黃金時代，係圈內公認嘅大哥。好多年輕人只知道謝賢係謝霆鋒嘅父親，卻唔清楚四哥本身就係半部香港影壇發展史。佢活躍嘅年代，橫跨港片好幾個鼎盛階段。早喺上世紀50、60年代，謝賢就已經憑住熒幕角色走紅，經典形象深入民心。到咗70、80年代，娛樂圈新人一輩接一輩出，佢依然係份量十足嘅前輩。喺圈子入面，謝賢一直都習慣主動照顧後輩，待人寬厚，氣場十足。成龍曾經公開評價謝賢風度翩翩，永遠都願意提攜新人。佢唔係靠單一部電影爆功就短暫走紅，而是憑住自己嘅風骨同格局，喺香港演藝圈屹立幾十年。周星馳發文悼念，寫低玉樹臨風4個字，好準確咁概括咗大家心中嘅謝賢。晚年接受採訪嘅時候，謝賢亦都坦然自嘲，
話自己靜靜咁等終點到來。但所有人都感受到，就算步入暮年，佢骨子入面依然保留住巨星嘅傲氣。熟悉佢生活軌跡嘅人透露，閒下嘅時候，謝賢經常自己一個人去太平山頂嘅咖啡館，着住風衣配埋佢標誌性嘅墨鏡，靜靜坐喺度，早就成為香港一道流傳好耐嘅風景。對比香港唔少豪門大家族，經常因為家產爆發激烈內鬥，風波不斷。謝家真係好難得，家族內部好少爆出互相攻擊嘅負面新聞。謝賢離開之後，每一位家族成員都保持住克制同體面，冷靜處理所有後事。呢個魚龍混雜嘅港圈裏面，實在少見。我哋回頭睇下同佢同一時代離開嘅藝人梅艷芳、許冠英等人嘅告別儀式，萬人到場，全城哀悼，聲勢浩大。謝賢就偏偏選擇完全相反嘅路，一場私人化、極度低調嘅安靜謝幕。呢樣唔止係個人嘅意願，好多影迷都話呢亦都算係港片黃金時代一個標誌性嘅收尾。曾經星光璀璨、群雄並起嘅香港銀幕，隨住一代老夫骨陸續離去，慢慢走向謝幕。謝賢見證過巔峰，亦都親眼睇住輝煌慢慢消散。活咗90年，睇盡娛樂圈嘅喧囂同虛假，所以到最後拒絕一切浮華嘅送別儀式。第4章，塵埃落定之後，香港再冇四哥。隨住火化儀式結束，謝家接下來仲有唔少事情要慢慢處理。港媒消息顯示，謝霆鋒、謝婷婷之後會陪同狄波拉定期前去拜祭，張柏芝亦都會按照信託嘅約定，履行相應嘅職責，安排好兩個仔嘅相關生活。大家唔好期待會有大規模公開紀念活動，按照謝賢生前嘅明確要求，唔會舉辦盛大嘅追思會。雖然冇咗官方嘅公開儀式，但唔少圈內藝人、資深影迷已經自發發文緬懷。成龍、周星馳、吳君如一眾藝人陸續送出悼念，回憶同四哥過往相處嘅點滴。好多觀眾都好奇，經歷父親離世呢件大事，會唔會影響謝霆鋒之後嘅事業方向？咁多年以來，謝霆鋒喺樂壇同影視圈之間流走，不斷嘗試轉型。父親作為港圈老牌嘅標杆人物，佢嘅離開或許都會令謝霆鋒重新思考未來嘅發展路線。放遠啲睇，謝賢嘅離去意味住有一位黃金時代標誌性人物退場。香港娛樂圈正處喺新舊交替嘅階段，老一輩嘅鳳骨漸漸淡出大家嘅視線，屬於舊港片嘅歲月離我哋越來越遙遠。狄波拉流下嘅眼淚，唔只係送別相伴幾十年嘅故人，亦都係同屬於佢哋呢一代人嘅青春記憶告別。一世人愛瀟灑、重體面嘅四哥，由頭到尾都貫徹自己嘅原則。一世人站喺鏡頭前面，萬眾矚目。離開嘅時候，褪去所有光環，唔打擾任何人。佢最怕俾其他人添麻煩，直到最後一刻，依然保持住自己嘅風度。網上好多人爭論極速火化嘅各種疑點，不斷深挖各種小道消息。但放低所有八卦傳聞，唔可否認嘅係，謝賢留俾港圈一份獨特嘅榜樣。身處浮華嘅名利場，依然可以守住人情、體面同底線。往後太平山頂嘅咖啡館，再也睇唔到個着風衣戴墨鏡嘅熟悉身影。香港依舊繁華，銀幕嘅故事依然不斷更新。只係呢個世界上再也冇第二個四哥。需要我幫你把這段文字再調整成更貼近香港娛樂媒體常用的報道語氣版本嗎？